请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后道鞠躬。讲师好。讲师好。请坐下。进来接时间就进来没了。点人师娘娘，各位全贤大德，大家好。讲师好。哇，太高兴了！那互我甲咱讲，互我唔知影这场课是我的，恁会感觉讲，这人太假糊涂咧。真的，这一堂课或许不知道是我的，到早上的时候平板打开，才看到这一堂课竟然是我的课程哦。所以呢，哇，我伫遐的，你无看，我伫遐安怎一直咧行，一直咧行，真的是很惭愧，疏忽了哈。那好，没关系，该做的我们还是尽量该完成。下早听到咱李讲师甲咱讲的放下足好写，嘛足好讲。请问刚好者我要简单。无好者，咱看这两张图，嘛是会当看出。这两张图，一张是安怎真自在，一张呢，就去无遮安怎，底下头壳身躯拢压袂起。若底下头壳身躯拢压袂起，这个敢有自在？无自在。咱是要学对一心啊，咱是要学对一个。当然嘛要学一个啦，因为伊已经是啥？思来即用，思去则不留。因为代志过去啊，你一直甲伊执着伫遐，敢会当改变事实？袂当改变。而且呢，当咱若是互遮尔济物件，甲咱压掉的时阵，伊今仔有讲到一点人的身体是袂健康的。咱敢需要健康？大家拢总需要。敢有人讲我即摆无需要健康啊？若有举手一个，互我家拜一下。无啦。不管是少年的，不管是年纪有的，大家健康对咱是比你的存款簿搁较实际。存款簿你若袂晓开，有的人有迄袂晓开钱的呢。讲摕2万互伊，你若像阮上讲你若甲讲来这2万互你，你出去踅踅，看你爱开啥，我甲伊讲，伊甲我开无3000的啦。伊就倒转来啦，袂晓开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咧甲咱讲，咱人生的这个旅途，年纪若有诶，咱已经拢像互我已经70岁，阁有几十个10冬啊，就爱阁身体健康呢。如果身体若无健康，一切拢总是安怎？免谈啊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一题就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咱讲师今仔甲咱讲的，一定爱放下。如果无放下，对咱是足不利的。毋是修行学道这条路不利尔，包括咱实际的健康状况，拢总是足不利的。那么呢，互咱来看几张图片。来，请问这两张，这个较来转一个，互我可能会较光吧。咱家看，这两个是啥物？敢看有？毋是马龙龟搁看卖诶。拢毋是，这是经济正常介流行的啥洛梨的籽。洛梨我听。互我甲迄膜洗掉。这是洛梨的籽，甲伊，你看洛梨伊有分做2边，叫做阴阳。若无阴阳，伊袂生。结果呢，甲伊掰开了后，咱看这边这张，内底有一个浮浮的所在无？迄个所在，迄叫做啥？咱细俗咧讲的，迄做啥？钱。
人啊，哇对。人。啊，若无即个人摕去掂，敢会发袂无成机。所以呢，咱是安怎咧？甲咱讲五常之德，五伦八德，人排伫第一个，仁义礼智信。如果人若是无守住即个仁，那安尼你是没有生机。即世人就是你最后的一世人。咱哪有相信？你茫想讲过去的人吼，拢甲咱讲安怎？啊，有啥物通好惊？20当后又搁一条的好汉。敢捌听过即句话？有。捌嘛吼？但是真呢，少年的有结婚的也毋生，无结婚的嘛毋生。你真正排会着通20年后搁来出世做一条的好汉吗？敢有可能？无可能。哦，所以呢。即个就是咧，互咱知影讲，第一阴阳，第二咱爱守住咱的仁义道德的上基本的迄个仁。若是无仁，你就无成机。即使你活了，仁就是仁慈慈悲。哦，安尼咱若是无守住即个，那你是活的是一个躯壳尔，哦，是一个躯壳尔。后来咱搁来看一个咱大家拢做安怎？足厉害，来，这两堆是啥物？啊？米哦。年纪较济知影，以前若切啊活起来，敢是爱用风果，甲伊set安怎set迄切啊？啊，若好诶流落来，啊，若拍切飞出去，流对遮落来是二折啊，敢是安尼？哦。啊，请问，如果若是用二折啊，你来甲做切整摇出，敢会出？袂出。啊，咱真吼是安怎仙女若落来，拢甲咱讲，咱真是残灵，因为咱已经来轮回6万外世。啊，一年一届来，芳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这个先天的八德，芳伊一寡，芳伊一寡。所以当咱轮回到遮尔济世的时阵，咱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已经芳伊太济啊。所以咱的啥呢？咱的农民历，咱等于厝里敢有农民历？有。你家己落去算看卖。内底就有一篇在教咱算看你几两命。几两命？啊，咱的先天的本来就是光道道的圆足足，咱本来就是负着8两命爱来出世的，咱的灵性是讲安怎？是光的，但是一世人芳伊一寡，一世人芳伊一寡，结果教这个囡仔出世。拢剩2两外至3两外，要超过4两的，太少了。啊，无恁等去看卖。啊，若2两1，啊，阁是去食尔，减2两1阁较少的，无资格人出世做人，已经就是对动物去轮回啊。四生六道，迄个安怎地狱道、无鬼道、畜生道去轮回去。所以安尼，咱敢爱好好啊了解咱，在有生之年的时阵，咱存尾啊这段时间爱来安怎做，搭真正对咱的人生这世人，互咱得到宝贵的大道有帮助，敢有需要？所以呢，互咱呢，搭下条工用着这刀片要互咱看，这呢就是咱本来。咱本来就是安怎，光道道、圆足足、杂足的下比。但是呢，咱轮回到即马来，一世人芳伊一寡，咱真已经就是二折啊，咱是二折啊呢。所以呢，咱叫做残留呢。哦，啊嘛二折啊，这世人是安怎？这世人是因为咱有叫努力，伊有够慈悲。伊想要，互咱会当度化这安怎？咱的兄弟姊妹众生倒转去西方归归。所以呢，我讲
要叫咱弥勒祖师领意志，都爱修缘，普度众生，收回92亿的冤灵。咱的弥勒祖师毋敢接旨呢，跪伫老庙的头前跪几啊天呢，跪到互咱的观世音菩萨心惊胆跳。为什么？咱迄个时阵的观世音菩萨就是圆通古佛，伊伫过去世人伊就成佛啦，伊就成佛啦。但是伊知影讲，这要修缘，老母意志已经命令咱的弥勒祖师要来办修缘啊。伊阁拢无接旨，若安尼办，伊老母若受气，毋知会安怎处罚，所以伊赶紧跪落安怎求老母慈悲。伊要叫咱的弥勒祖师做伙落来办这局，叫做元和一局。但是幕后一早，就是要办这修缘的大事。迄个时阵呢，咱的圆通古佛也就是咱的观世音菩萨。伊问咱老母，伊讲请问，迄是弥勒祖师问的。伊讲青阳期的时阵是多几亿？老母讲2亿。红阳期多几亿？嘛是2亿。拢总有96亿的冤灵，多2亿，咱阁有92亿。伊讲头拢多2亿尔。我即回头有可能有迄个能力通度到92亿倒转，所以他才不敢接。若你敢接，你像护法咧做业务，本来我即个单位就1个月都是要12万的业绩尔。香港头家甲我讲，你1个月爱做6000万，你敢甲接？敢。所以咱弥勒祖师是安尼。观世音菩萨就是咱的圆通古佛，教落甲老母娘讲安那。即回若要互弥勒祖师来办即个元和一局，第2个会伊就来。毋过希望咱老庙会当释放着搁较济资源，安尼敢知？释放更多的资源，互咱弥勒祖师会当运用，互咱的即个啥呢？咱的这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得到搁较好，所以呢，老庙有事无？敢有？有。敢有人知影老庙事啥？来，有奖问答。敢有人知影？咱的老庙尾也有带，事着5盘4柜。啥物叫做5盘？就是西方盘、天东盘。叫人道盘，搁叫咱的龙王、海龙王的水盘，叫地角，拢总拄啊有5盘。所以真叫因拢爱做道。西方不劳一路主天道不劳一不算，全部倒总下世落来。下世落来，所以真有足侪宫庙，拢会开刷规乱。敢是拢咧教人爱赶紧爱守住3公5常5伦8德，甚至爱去求道。这是迄时阵老母娘甲因讲，因若有法度通好来做道，要属于一柜。各位浅显，5盘4柜。唯有地角道无四柜，其他西方、天道、人道，叫咱的迄个水，拢总属。咱的有咧念弥勒救苦真经嘛弥勒救苦真经内底念一句啥？龙王四海龙王来做道，所以伊拄啊好到水劫，到水半尔啦。所以呢，这若是有真正付出来做道，因阿爸拢会得到老庙赐予一个柜。这个柜有啥物作用？就是阿爸若是搁随着弥勒祖师来安怎办这个荣华三会。
因若阿嬷阁有来轮回顶出世做人种，会当闪灾避劫，10万空8万。即个有来做道的，即拢总会当得到遮尔好，所以因敢爱当爱。所以我最近看到真侪宫庙出来，内底写的我是拢真正拢有对道入去啊。只是啥呢？咱若一丛树仔，你家己想，顶悬的树叶就是叫做教化，后壁顶伫茎内土内底，迄就是叫做根本。根若是死，树仔安怎？敢会活？袂活。所以根本就是咧甲咱讲啥？讲咱的道，咱的灵性，咱的菩提的自性，是老母娘予咱的迄点的灵光，迄点袂使叫失人呢。迄点若叫伊失去的时阵无采来咱即世人，予咱来得到即个啥上界未来即个啥，即个机会。为啥物老庙伊才会放即个啥，才会要放下遮尔济的即个福利落来？要讲后面落来，因为咱茫小看普传的普传、普渡、应运这3项，咱家己记好清楚。即摆是叫做别扬应运，大开普渡，这呢就是啥？咱的老祖请教，咱的孔老夫子请教老祖有3回4回，但是呢，后壁要自家应运的时阵，咱的孔老夫子有去周游列国，周游列国安怎要去说服迄各国的即个帝王，重视人道的修行。但是呢，迄个时阵拢甲咧战争，着你争我夺，我的国土哪会当愈大愈好？着像即乌拉克交即个啥俄罗斯战几当4当。所以呢，迄个时阵就是拢一直咧战争尔，拢无咧受着即个仁义道德，无咧想着遮。敢若有的时阵，着袂战啊。因此呢，就是伊去说服迄个人的国家的国王，没有成功，单带全娘被困14天，无物件通好食呢。伊是偌辛苦咧，安怎要去宣导？着亲像咧宣导咱即个道，像咱的一寡前辈者负责任一寡电话师，伊去国外，会去无看我呢。但是较爱行，爱行。开放世界各国，所以呢，他们很辛苦，但是上天得会到因迄点的心嘞，感受会到嘞，会。因此呢，孔老夫子伊无法度通去完成任务，尾啊怎啊招到伊的弟子，倒转去鲁国开始编辑，开始做册，所以呢。老庙看到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失败，伊就讲惨啊！阿妈的人生是道德沦亡，已经无咧讲仁义道德啦。世界的即个啥仁义道德已经失去啊，所以未来的劫数会有够济。请问各位前贤，今年劫数敢有济？有够济。所以呢，因为老母知影安尼，大会开始大道普传，所以这2年应运，咱爱保守。若无应运，咱是无遮简单得到这个宝贵的大道。以前是一个师传互一个道，拢总是单传独修。一直到啥物时阵？到咱六祖，咱的大经内底，恁若有甲看到附属品第10品，我相信在座我有人侪少咧参有着即个六祖大经。恁若甲看到附属品第10品，伊咧讲啥？讲着咱六祖慧能祖师叫着10个的弟子，伊有
甲伊数字，有甲伊，互伊开悟的，甲这10个地主分配去对一个开荒，对一个安怎开始去宣导。对迄个时阵，就是开始安怎道引入普传，这是道的应运啊。啊，若无一个师传互一个道尔，到第10品太的安怎有10个来领受咱六祖慧能祖师甲伊讲，爱去对一个开荒，爱去对一个宣道。这个时阵就是安怎已经对洪庸期已经转到白庸期，应运大开普度。哦，所以呢，这整个我们必须要稍微了解。如果若无的话，你是行袂过，你就走不下去了。哦，啊，就有用来，啊无用来，唔知影这道的事情叫宝贵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人讲会入宝山，结果你敢含宝拢得无着。哦，那这种对人言都对白的，那这样浪费我们的生命。哦，所以这对于咱一点仔加分拢总无。哦，所以呢，简单互学今仔日呢，要用一个，用一个会来交咱大家搁来做结验。咱真就亲像徛伫即个十字路口，但是一边是往光明的，一边是往黑暗的。即个时阵要往光明，交往黑暗，关键伫啥呀？伫家己的心。我这一条路还要不要继续走？还要不要继续精进？还要不要继续学习？还要不要积功累德？我的愿力要不要让它出来？还是拢无原谅，迄个人叫我用啥，我就来用啥。所以呢，才有2条路，一条是行向黑暗的，一条是行向光明的。咱真拄啊好徛伫即个十字路口，啊，这互咱家己选，哦，家己选看我是要往倒一页去，哦，来，过来呢。讲到行对黑暗的去，就是会知影，讲师咧讲的，无法度人放下，内心有忧郁、躁郁，哦，啊有足侪困扰，所以迄拢叫做低频，叫做负能量。啊，若是低频负能量，歹势，你的身体绝对袂健康的，因为你的心安尼，啊，你的气就会变落的。落来拢总共落来，哦，啊！伫你的面相内底，你是看袂到你的啥？你的光彩，看袂到你的精神。所以呢，人教的人咧中医人咧看人安怎？看你的面相，面有开无？看你的眼神有活无？安尼人就知影啦。哦，但是呢，咱今仔日是要讲的，过来看到这，咱毋茫想讲。看会到的才准神，看袂到的无存在。其实看袂到的一块大厉害，感觉去互人摸着，互咱讲咱拢毋捌去互摸着。啊，敢捌听着别人讲，好去互送摸着，安尼卡着，啊，偌严重偌艰苦，敢有？啊，迄个甲你摸着，甲伊卡着，迄个敢看有？看无。但是互你艰苦落去到第医生。食药啊拢无效，去收惊有当时啊还阁收袂好，哦，所以咱爱真清楚，灵界即块，也就是咱目睭看袂到迄块，即块的威力大是大啦，哦，啊若看会到的是灵界的，啊你要甲我拍，要甲我陷害，我都有看，我都会当想啊，我敢要常常倒遐互你拍。哦，所以呢，看袂到的这个，我们要怎么样？爱好好啊，保守。伊像咱的行功要员，你做出去，还是你的心的念头？若是拢好的，若拢总是善念的，哦，若拢总是慈悲的，无形中对你的这个身躯是有一道的回光的哦。等一下，互咱会互咱看。好啦，咱歹势，迄个放无较放，今仔日哦，
咱今仔日哦，搁来看一块啥呢？后来，咱先来了解四大菩萨。伫大陆的时阵吼，因是无神论。为什么四大名山的四大菩萨，安怎搁会屹立不摇？哦，搁会屹立不摇。后来，咱敢知影，第一个就是九华山的这个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，伊咧教咱讲啥？地藏菩萨咧教咱讲孝道。因为咱少年的时阵，捌看过一个电影哦，叫做啥？无莲救母。地藏菩萨伊咧讲孝道，因为地狱的时阵，迄个无莲因老母嘛是共化解，所以对地狱去，伊呢去地狱为因老母说法。所以，咱的即个啥呢？哦，咱的即个迄个地藏古佛地藏菩萨，伊就是咧教咱如何培养着即个真自然的即个孝。每一个人拢有是大人饲落来、生落来，即个孝若袂晓守、袂晓行、袂晓做，若安尼枉费做人。所以伊最上基本、上简单的甲咱教，叫做啥孝。但是呢，即个孝又搁啥？有分做三个阶层。咱吼年纪若济，真有可能咱的是大人拢无伫的。若是年纪少的，咱的是大人下是拢搁有伫的。第一个赞词叫做义务养亲，就像互仔以前要上班的时阵就甲爸讲，你的物件我甲你款你堆，你会甲我家己找，安尼尔啦。落尾呢，才想讲爱来请迄个长照2.0，居家2.0，来嘛，搁会当互伊食烧烧，解是，所以义务养亲是共款互伊食的。咱真足侪人饲宠物，饲狗饲猫咪，饲迄宠物，敢有咧互伊食？有，搁甲伊抱，搁甲伊洗身躯，咱敢有法度做甲安尼？是大人比迄宠物搁较不如的。所以地藏古佛大咧甲咱讲孝道，这是上界基本搁好做。第二呢，依师顺亲，就是讲，有当时是大人叫咱咧看法会无相共，无相共的时阵，你敢会一头家讲，你毋捌啦，你迄老古板啦，人真已经安怎，咱会安尼咧，有当时欢喜你毋捌啦，恁迄个时阵交阮真。就会这样，这就是安怎？会叫是大人起冤无明，会冤客。所以呢，甲咱讲依师顺亲，也就是咧甲咱讲，拄着这个代志，我们只要深迄个吸一口气，互咱的心情就来经过2、3工咱若坐落来交是大人讲探讨讲，爸母恁敢讲迄句话我感觉有一点问题呢，是毋是若如果会当安怎，是毋是会较好？这时候伊的火气已经无去，所以这叫做依师顺亲，也就是讲，即使伊毋对，但是你毋通导下叫伊变，若安尼是会引起这个家庭的气氛不好，气氛无好，第三呢？若像咱年纪有是大人拢无伫的，要用啥物来利用是大人，用即个孝道出来，以德拔亲，以德拔亲呢，也就是讲，咱若是诸路有做，有行功了，还有功德，咱会当去安怎利用着9贤7祖，会当向下扎根，嘛会当向顶悬7代的祖先。会受着安怎？咱家己利用，用德家己疼了用德家己疼了。所以呢，这也就是咱的即个地藏古佛，伊咧甲咱讲的孝道，这是上界基本，嘛较好做，较好做。来，第二呢，观世菩萨，浙江普陀山，咱来看观世菩萨。观世菩萨伊徛即只是山，伊徛即只是山。
但是呢，即只狮的时阵吼，叫做金毛狮王，所以呢，伊是安怎守护交慈悲？观世音菩萨是咧教咱了解人的因果啦，因为咱的因果若唔知影，你袂恐怖啦，就无天无地，伊都唔知因果的可怕，所以安怎？观世音菩萨就是要甲咱守护。你一定爱了解因果哦，因果是宇宙的啥呢？上界公平的哦。所以你若对因果无有敬重，你是会灰灰伤着哦。所以呢，慈悲的心就展现得出来哦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是要教咱如何了解因果。相信咱今仔日在座，大家来听过体会班、听过成全班足济啊，大家拢知影因果的可怕。但是来，咱来看，即支就是天秤、天平，就是咧甲咱称咱人在人世间的时阵，你所做的即个业力，交你的功德，称起来到底是安怎？一分五厘拢走袂去，一分五厘拢走袂去。所以若拄着主女，真友好，若安尼人伊要来交恁结善缘，伊是要来行啥？人讲要来行济啊。若是拄着这主女都无乖无听话，搁甲咱不安呢？若安尼咱来忏悔啊！过去世叫伊结了无好的缘啦，所以即世人是要来讨债。你敢会使搁一直在骂一直？人讲诶，你若欢喜做，甘愿受是无算利息啦。若无的时阵，含利息搁算落，哇，冤归冤啊呢！因为我嘛拢行袂了。所以，当我们遇到挫折、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咱爱先退一步的，忏悔家己伫过去世，因为咱的无知、咱的无明。唔知影伤害过偌济人，所以即世人呢，这因缘成熟，所以拢咱爱来担即个果报，一定爱安尼啊！所以咱的因果简单讲两字，但是实际上讲叫做因缘果报。即个缘就是若成熟，伊才会产生果；缘若无成熟，果就互你受袂着，即个报应就袂出来。咱会记这一句话哦。现在是什么时代 ？AI 科技时代，人类也是一样哦。因果缩短12倍。以前若是做了这项唔对的代志，真有可能120年以后，才会来受到报应。但是即摆缩短12倍的时阵，你若做落到底120年，爱才会报的。10年，就互你看着啦。10年互你拄着，互你看着，所以咱来讲啥？现世报。敢是有足侪人讲，迄真正现世报的啦。相信这拢毋是互我讲的，我是家己整理互，搁爱搁甲咱安怎，互咱有一个观念，搁较深的安尼尔。所以呢，这个天秤是宇宙的法则，伊是上界公平。1分5厘拢走袂去，所以咱爱敬畏，我们要敬畏，爱敬畏。因此呢，拄着无顺呢，爱知影通去忏悔，通去求过去咱去甲人伤害着的，爱安怎求伊原谅。咱呢来行功了愿，有功德，再用咱的功德来回向行伊。若无，不是不报的。不是福报。好啦，再来，咱来看文殊菩萨伫五台山，请问因果也知影，即个啥呢？即马来，知影因果，爱知影安怎做无？爱安怎做？爱知影甲是够呢？来，咱即个文殊菩萨，伊是智慧之友。包括咱的啥呢？咱的释迦牟尼佛，伊迄个时阵，搁有一寡毋知影，拢爱搁请示咱，请教咱文殊菩萨。所以文殊菩萨是叫做啥呢？是叫做文殊的智慧，
啊，文殊的智慧吼，唔是像咱普通想。所以文殊菩萨呢，咱呢，互学先讲一个过去，伫迄个渤海，大陆有一个渤海，大陆边缘有一个渤海。迄个时阵呢，有啥呢？有迄个人讲的山精水怪，徛伫迄个砖头伫遐咧舞弄，所以呢，甲迄件安尼舞弄，甲人讲的寸草不留，结果文殊菩萨拄啊徛着伊的金毛狮王，转来到遐，看到迄件乌烟瘴气，因此呢，伊就知影讲遐有足济冤家，山精水怪伫遐咧作乐，因此伊甲伊的一只金毛狮王留伫渤海遐处理即个啥呢？即理的代志，叫伊去降魔除妖。经过伊甲伊讲，你若处理了，咱回来。所以呢，即只金毛狮王到尾竟然真正是家己伫遐除妖呢。一段时间除妖了平静啊，遐的百姓为着要感恩，搭去做一寡用迄石头、石去甲刻迄落啥，刻迄落狮头。咱有去过金门嘛？金门有风水的。迄拢踩伫迄落遐因迄条渤海遐迄阵就是安尼踩伫海边，要互迄山精水怪要爬起来，就看会着即只狮，想讲搁狮搁伫迄只的，毋敢爬起来。所以金门的迄落风水的，就是为遐来。咱真元山二号圣堂，迄个大门内底，迄个门圈内底是毋是刻一只狮头？狮头金毛狮王就是咧拆劫除妖，所以呢，咱的庙门共款，咱的真元山圣堂的迄两对大门内底就是用甲你刻一个狮头，就是降妖除魔。所以呢，过来咱甲看，咱的文殊菩萨，伊要叫咱用智慧，咱若是敢知影因果，毋知影通去用智慧来处理代志，那安尼你的因果袂当了。所以呢，他要我们拿出智慧之剑，就是用着咱的法界智慧来处理着咱凡间的代志也好，修行学道的代志也好，他就是在教我们要用这个般若智慧来处理。那无呢，你就无法度达到圆满，无法度达到圆满。后来，咱来看这张相片，为啥呢？要互咱看这张相片？这张相片是大陆的，泰国的。这个师傅交这个穿花啊衫，这个是一个新准的基手。这个尼姑呢，敢若伫20外年前，咱福建人迄阵去，就大的求道的，但是伊落尾。怎啊对？因泰国是做佛教国家嘛，所以怎啊安怎出家做尼姑？因为两个呢有引起交结，所以呢上头有做道，尾也煞有较济人派一边，无要搁导人来入来问题。因为呢，咱泰国的道亲要抓拄啊好势交好成蔡经理去，就咧甲因讲即个代志，然后阮去甲因拜访。甲因鼓励，到尾来，到尾鼓励了，到6点，我要离开，好客出来，看到云顶，这是云这张相片是好客翕的11月7日下晡时6点08分你看两边边搁有树仔叶这是伫云顶，好客出来看到这，我拢无讲啥，相机。手机先客去翕，上车的时阵，我甲英明助理，甲因讲没问题了，已经过关。如果是安怎讲？我讲含文殊菩萨讲到位你讲会使免过关嘛？你若看这只，这只金毛狮王伊的喙齿也翕到拢明朗朗是白咱若较少年的，咱注意看觅。迄只狮是脚举起来，前脚举起来，结
个呢，伊的喙齿是白的哦，拢总看现现哦。所以这是实际上，因为伫还未开放的国家，先富足自卑，拢会较重视变化。所以呢，阮6点出来，因泰国遐，着还阁日头真光诶，哦，要访阮，我着看着，赶紧家己翕起来。所以呢，真正，因就问我讲，我几工着要倒转来，阮甲讲，搁第5工着要倒来。因真正伫第4工，搁倒20几种来负担。所以呢，这呢，我就会讲没问题了。哦，所以这只就是金毛狮王，咱的文殊菩萨的坐骑，拢赶去到遐咧坐定啊。哎，这个显不显？这毋是互我黑白讲的哦。哦，来，咱再来看到普贤菩萨伊的坐骑是大象，因为咱若是敢知影知影好，知影因果，哦，若无去实践，无去行，知等于毋知，因为安尼咱就无达到知行合一，哦，因此呢，咱的啥普贤菩萨伊是实践型，爱实践，你做的时阵，你会当搁体悟愈济，所以普贤菩萨的坐骑就是即只大白象。这每一个菩萨拢有伊的坐骑，哦，所以呢，若看到普贤菩萨，就是爱知影讲，哇，我敢有对一块，无用心去做，无实践，哦，若是看到文殊菩萨，咱就爱警觉，我是毋是智慧无够？是毋是智慧无够？所以有一寡代志拢做了无圆满，还是？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今仔日讲这？是要互咱知影，每一个菩萨有伊的任务。咱若是咱毋知影，我就来听听的，长期我就袂记一去啊。哦，有啦，讲书就敢若讲了真好，但是呢，为什么互我要一直用图片？就是要互咱搁有记忆清晰，看到图片，你会记了较清楚。安尼敢知？所以呢。不管有咱的迄个地藏菩萨，咱的观世音菩萨，咱的文殊菩萨，了普贤菩萨，知影了后，这就是一个一个迄个次第，一个次第，咱爱安怎爱安怎爱安怎，哦，所以到尾啊，行够重要，行足重要，无做吼，你体会袂到遐。哦，天无做体会袂到遐。来，咱搁来看，四大菩萨的精神，伊代表就是悲智愿行。悲是慈悲，是较多咧讲的观世菩萨的慈悲。智慧就是咧讲文殊菩萨的智慧。愿是咧讲咱的地藏菩萨的即个愿。哦，地到不空。安怎？一世不成佛，这源头有大？无足大。哦，行呢，就是咱的普贤菩萨的普贤行。所以呢，该咱爱去做的，咱爱安怎？咱尽量去做。会当做偌济算偌济嘛，毋免执着功德，毋是你执着到有伫的，你无执着就无伫的。上天有咧看一笔一笔，会甲咱记甲真清楚。你若家己记条条的话，真容易落伫福德上，就是咱的福报了。之前阮来读迄个《弥勒三生经》，内底有两句话，叫咱大家做分享。这两句话好势感觉足好诶。伊讲一个人，哦，若是有足大的福报。趁足侪钱，但是足可惜，伊无迄个福气通享用。这就是代表啥？无迄个福气通享用，就是讲，伊就拢咧趁落伊的某仔囝开，互伊无熟悉的人开尔。结果呢，哦，趁足侪，伊家己无法度享用，伊到尾也是安怎？倒伫病床，还是咧互照顾，几若10年。这就是啥？这
家嘛报薪10000块尔，我是安怎着爱给他3万5万？哦，他有一种安怎，伊有一点仔后悔，所以伊钱有摕出来，伊是共款有得着福报，但是因为伊后悔的心压起来，因此伊的福报原在，伊无福气人嫌伊，安尼敢知？所以一旦要报薪，至少10块100，只要咱有诚心就好啊，无甲你要求偌济。但是，一旦你著讲啊，人讲出口成冤，啊，我就要2000，我可摕出去得啦，我就要5000，啊，你就不要再想说哦，迄阵哦，人啊摕遐济出去亲手头的可能来讲，你如果这样想，歹势，你是有福气、有福报，无福气人嫌是，真有可能搁落伫后壁尾啊迄10年，一倒伫门床的哦。这安尼敢有可怕？可怕。搁另外一句话，就是咧甲咱讲，咱唔通看到人有成就，无甲人赞叹，无甲人祝福，搁心有酸酸，有一点仔错意、嫉妒。你敢知影这偌严重？恁敢知？敢知影？如果若是有这个情形，歹势。你是家己自断着你成功的路，因为你看人的成功，你无共欢喜心、赞叹心，甚至搁加出嫉妒的心。啊，若安尼歹势，你是自断前程，自断着你家己要行着成功的这条路。因此呢，这安尼刚好。咱即马无法今仔日哦，因为我是感觉讲，著足侪讲师拢咧讲经典、讲道理啦。啊，今仔日临时啦吼，甲摕这出来甲咱做分享啊。哦，就是希望讲咱逐个毋通伫人生最后一段，过来人讲话讲无彩。哦，若无真正了解，互咱知影哦，袂使安尼哦。若安尼呢，有当时咧做到尾啊，剩福报尔。完全无功德，福报是咱家己要享用、享受，功德是会当安怎做回向，行过。